虽然尹思成这个人吧，脾气又臭，又顾西西小气，又……说谁抠？说谁脾气差？思成，哈，好巧啊！莫总，好巧，又见面了。幸会。怎么，今天又在和我太太聊漫画？没有。那在聊什么？怎么就聊到我了？我意外得知了你和顾小姐之间的协议，想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。你告诉她了？没有，不是，反正哎，不是你想的那个协议就对了。你们俩这种关系，我也是可以理解的，你不要觉得难以启齿。而且我作为顾西西的好朋友，见她的同乡，她有困难，而我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，我想这也是很正常的。还是你自己对顾西西的感情不自信啊？我和顾西西的感情坚不可摧，不是随便一个人都可以影响。你的好意我替我太太回绝了，一会儿我还要带她去上课，先走一步。又上，学长，不好意思啊，再见。哎，尹思成，你又……顾西西，你是不是早就想和我解约了？这么快就找好下家了？不是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那是哪样？就是小雅，她有一次不小心说漏嘴了一点点，然后她马上就机智的撒了个谎圆过去了。反正事情最终结果就是我们的协议没有被暴露。下次你没那么行。走，陪我回公司。我给你请了礼仪老师给你上课，好好的学一学。顾西西，好了没有？没有。你过来一下。啊？你过来一下。怎么了？帮我拉一下拉链。拉好了吗？一个人在梦里陪着自己，当星星来解读泪的暗语，是你出其不意打破夜的僵局，不经意靠近却击到寂灭。谢谢。